年嚟 AI 嘅發展可謂係一日千里，每日都係有新嘅突破。其中就係唔能夠唔提，就係生成式 AI 發速嘅崛起。到2033年 AI 有望成為市場規模最大嘅前沿技術，規模會達到4萬億美元。呢種迅速嘅發展唔單止展現咗 AI 巨大嘅經濟嘅潛力，亦都係賦能員工，令到佢哋唔再局限重複性嘅工作，可以負責更多更高價值嘅任務。不過喺享受 AI 所帶嚟嘅好處嘅同時，我哋都要充分了解同應對隨之而帶嚟嘅挑戰，先至可以確保 AI 發展係真係惠及我哋每一個人。而喺今次嘅報告裏面呢，基金會亦都好榮幸負責撰寫利用 AI 提升生產力同埋賦能勞動者呢個部分，當中係指出 AI 係能夠顯著咁樣提升驅動 GDP 增長，呢一點亦都正正突顯咗 AI 龐大嘅潛力。更重要嘅係，我哋應該思考可以點樣令人類喺職場更好咁樣善用 AI，把握 AI 時代帶嚟嘅機遇。